喂，大家好，又我康臣啦。嗱，咁今日咧就同大家嚟到葡萄園嘅二期御葡萄。咁呢度咧葡萄園二期呢度咧整體咧就係26間屋嘅啫。咁啊分大致上啦，分兩個職型啦，一個就1200零尺啦，咁同埋一個1600零尺嘅戶型啦。咁今日咧為大家介紹我身後邊呢一間咧就屬於嘅其中一間1600零尺嘅大戶型。咁啊2層職型，3套房嘅間隔。咁啊，我而家身處咧佢門口位置啊，咁而家同大家入嚟參觀下。嗱，呢一個位咧其實幾好嘅，直入開門一級樓梯就入屋噶啦，我覺得幾有舒服嘅。咁而家入嚟參觀下。經過大閘咧，入邊咧就會有個前庭花園。嗱，咁而家入咗屋之後咧，咁啊原業主喺呢一個位咧就做咗一個好似啲收納櫃啦，有兩個啦。其實中間可以擺個屏風嘅。咁開門入屋之後咧，就唔會見到入邊收納嘅空間嘅。咁呢個設計咧，其實之後如果新買家其實可以沿用翻，我覺得幾好。咁入門口嘅右手邊呢度咧，入邊已經有一個緊存嘅區域㗎啦。咁啊，呢邊咧就樓梯啦。隔離咧有個客廁洗手間嘅，咁而家呢一個位置咧，我而家身處呢個位置咧就係佢嘅飯廳嘅空間嚟嘅。咁由樓梯咧去到嗰邊牆身咧，咁飯廳嘅闊度咧就13.5尺嘅。咁啊，而樓梯嗰個位去到呢個牆身咧16.6尺。咁啊，樓底呢一度飯廳咧係11尺高樓底嘅。咁呢一邊咧，其實你見原業主呢度都擺咗張圓形嘅大嘅餐台㗎啦，側邊咧其實有需要咧可以再擺啲矮嘅收納櫃咧，我覺得唔錯啦。樓梯底呢度咧，其實個位置咧都偷空咗咧，可以做一個鞋櫃，可以擺少少儲物室嘅位置咧，儲物櫃啊咁都得嘅。咁再過少少嘅地方就嚟到呢一個好方正嘅客廳。嗱，咁大家頭先睇得到㗎啦，我由飯廳到客廳嘅位置咧，其實係冇樓級㗎，係平出平入㗎，甚至乎由泊車嗰個門口入嚟咧，上一級樓梯，跟住呢度咧客飯廳咧係平出平入嘅。呢啲戶型咧其實係幾舒服嘅。甚至乎如果屋企有老人家咧，都比較好啲，唔想成日上上落落有小朋友嗰啲咧，可能會有少少危險性啊嘛。其實咁樣平出平入咧係最舒服嘅。有時真係唔會即係撲親啊咁樣。咁另外咧，整體個感覺咧就會係歸一少少嘅。咁另外咧，嗱客廳呢一個位置咧，其實個闊度咧重深啲少少嘅，15尺闊嘅。咁由樓梯去到玻璃趟門呢度咧，就12尺3左右啦。樓底會高翻少少添啊，再12尺4嘅。咁一般咧就會呢一邊牆身咧就會擺電視機嘅。咁呢一邊咧就擺大嘅梳化 L 型梳化又得，中間擺張大茶几都仲可以。咁另外當然啦，佢呢度有一個大嘅 L 型，有個角形嘅採光窗嘅。有玻璃趟門嘅，咁出邊咧就係一個單邊嘅花園啦。嗱，咁今次介紹呢間屋咧，實用面積1602尺，咁啊跟住一個1020尺嘅花園。咁另外佢附設咗有2個嘅車位嘅，咁個車位咧係喺地下有個停車庫嘅。咁如果啲新買家啲靚車咧，有時唔想話日曬雨淋咧，咁呢啲地下嘅停車庫咧，已經附帶咗2個車位俾你，十分之好啊！門口呢度咧，如果開個閘門咧，有需要咧，其實我覺得可以褪多部車入嚟添啊！前花園呢一度常用車可以擺呢度都得。咁另外呢邊咧就係一個採光玻璃，後面好陽光啊出到嚟，大家可以見得到啊！呢邊咧就花園面向西北嘅，正門咧就向東南。咁採光度一定唔需要擔心。咁另外呢一邊咧係個單邊位，佢個牆身比較高身少少嘅，出邊咧係條馬路，雖然會有少少我哋叫做啲馬路啊啲車聲啦，咁但係咧呢一度咧其實做翻晒雙浸玻璃啊、新鴻基料啊，始終閂埋佢咧其實都比較靜少少嘅。經過大門入屋之後咧，就係飯廳，再前少少嘅地方就係客廳嘅部分。客廳有玻璃趟門連接後花園，後花園咧係屬於個單邊大花園。嗱，咁樣咧都要介紹下一個廚房嘅空間嚟嘅，因為一般咧啲屋仔啦，我哋叫做咧，其實啲廚房咧有時都比較細少少嘅。咁但係今次介紹呢間御葡萄呢間屋咧，個空間咧廚房空間其實都幾大嘅，大約啦12尺乘12尺，140尺嘅空間。咁入邊呢度咧，見到大家可以見到有個門口嘅，入邊咧都已經有一個工人房間㗎啦。套房嚟嘅，呢度後邊有洗手間嘅。咁而家業主呢度咧就作為一個儲物室啦。咁啊入咗門口呢度咧，大嘅雙門雪櫃可以擺得到啦。一個好大嘅 L 型嘅工作台面啦，2個升盤，有收納櫃，上下都有收納櫃噶啦。咁跟住呢一邊咧就3個明火嘅煮食爐具啦。咁酒櫃、微波蒸焗爐。全部一應俱全，呢邊都仲有啲收納位嘅。咁啊，呢個位置你都可以擺張凳喺度咧，做一個餐
餐區啦、早餐區啊或者備餐區都幾好嘅。咁另外呢一個廚房位咧，佢大家可以見得到透光度幾好嘅，因為佢呢一邊咧其實有好多大嘅採光一個門嘅，咁有一個玻璃趟門添嘅，就可以通翻出去前邊個花園嘅。咁前面嗰個位置咧，頭先大家都可以睇得到個相嗰度㗎啦。咁一般咧其實可以擺張我哋叫做啲戶外餐台啦，食早餐咧喺嗰度咧，因為放假休息下咧喺嗰度食下早餐，先至翻入屋再睇下電視啊休息下咧，其實我覺得唔錯嘅。咁廚房入邊嘅爐具一應俱全，工作嘅台面亦都好足夠，用明火煮食。前面仲有個玻璃趟門可以通翻出去前庭花園。樓梯底下有一個門，入邊就係客廁洗手間。跟住沿樓梯上去1樓嘅寢區參觀。嚟到1樓啦，咁大家可以見得到其實呢個位咧都比較寬敞嘅。咁呢個位咧其實可以作為一個家庭廳使用嘅。咁呢一邊入邊咧本身係個凹位嘅，咁業主呢度咧已經做咗啲收納櫃㗎啦。咁嚟到呢一度咧，其實呢個走廊位啦，我叫1路走廊位啦，由樓梯去到個櫃啊，就喺呢一個位置啦，6尺半左右㗎啦。咁個深度咧都差唔多13尺幾㗎啦。樓底呢度我當你，因為佢3級嘅，咁我最低嗰度咧都9尺幾樓底㗎啦。咁呢一個位置咧真係可以擺張梳化仔喺度，呢度再擺張電視機咧，作為一個家庭廳使用都唔錯。臨入房瞓覺之前，其實睇下書啊，飲杯紅酒啊，嘆下先至入房休息，其實係一個幾好嘅選擇。1樓樓梯轉左手邊就係第一間嘅套房啊，我哋叫做客套房啦。入門口嘅左手邊有一個浴室洗手間㗎啦，咁企缸設計啦。咁再嚟到呢個寢區嘅部分咧，個闊度咧就12尺幾㗎啦。呢邊牆身去到玻璃呢一邊咧都9尺㗎啦。樓底真係比較高啊，11尺7啦。睡房區一般樓底咧都好少有咁高身嘅。咁另外呢一邊咧望出去個景觀咧都比較開揚嘅，因為望翻御葡萄入邊嘅，我哋前面有個公家公園仔啦，跟住再過少少咧就係有個停車場嗰個入口啦。咁呢邊望出去咧基本上都望到啲東南嘅山景嘅，咁都幾靚。呢度比較開揚少少啦，後面又係單邊位咧，咁前後其實都比較高私隱度咯。咁另外呢一個浴室咧，大家都可以望一望啦。佢冇浴缸嘅，有企缸嘅設計嘅啫。咁當然啦，佢呢一部分咧就屬於係客廁嚟嘅，就冇窗。咁呢個值得留意。第一間套房佢個景觀主要係望翻御葡萄入邊嘅內街，望出去係唔對屋，十分之開揚。套廁浴室入邊係採取咗企缸嘅設計，但係冇窗，係屬於客廁。咁呢一度咧就業主係做咗一個好大嘅衣帽間嘅一個 U 型嘅 design 啦。咁上下都好多嘅擺放空間㗎，樓底比較高身啲嘅，11尺2嘅。咁所以嚟講咧，真係要加把梯喺度咧，先至可以爬到上面啲衣櫃嘅。咁呢邊咧亦都有啲好深嘅衣櫃咧。咁整體咧其實個闊度咧，櫃牆身對牆身咧9尺2㗎啦。咁個深度咧就8尺3嘅。當然仲有個套廁洗手間，亦都係有企缸嘅設計嘅。第二間客套房業主咧就改動咗，作為一個衣帽間，左右兩邊有啲大嘅收納櫃。佢個景觀都係望翻御葡萄入邊嘅內街。而家咧就身處嘅主人套房，咁主人套房呢一度咧附設咗一個露台位添嘅，咁望出去後花園景觀，呢度望出去咧都係好開揚嘅，向西北，前面基本上冇屋㗎啦，對唔到屋㗎啦。咁你入門口呢一度咧，左手邊咧有個套廁洗手間，咁呢度咧除咗有企缸之外咧，當然亦都有浴缸，亦都有透光窗，係屬於明廁嚟嘅。其實頭先嗰間我哋叫做衣帽間入邊咧，個套廁入邊咧都係屬於明廁嚟嘅。咁主人房個空間咧就15尺乘10尺，樓底都係11尺7，所以嚟講個空間咁好嘅。中間呢個位置寢區呢個位咧擺張6尺雙人床，仲有好多走動位置，2個床頭櫃。咁呢邊牆身咧就唔好。即係唔好嘥咗佢啦，其實可以用嚟擺電視，呢度再擺個矮嘅收納櫃添。有啲客人咧可能床尾呢度咧仲可以擺多張細細地嘅梳化仔添嘅。咁呢邊望出去嘅景觀咧都採光度好好，基本上係好高私隱嘅。咁另外除咗呢個大嘅一個玻璃趟採光位啦，咁仲有個玻璃趟門啦，呢度仲有個少少位嘅角位嘅，都係作為一個透光採光用途嘅。而主人套房已經附設咗一個露台，主要嘅景觀係望返後花園，望出去遠望到啲樹景。一個位置望出去都係唔對屋，所以景觀十分之開揚。套廁保留咗浴缸嘅設計，上面仲有一個大嘅天台。另外，呢間屋附設咗一個獨立嘅車庫，可以泊到2部大車。
如果大家對呢個單位有興趣，記得快啲聯絡康臣啦。多謝晒，拜拜，下次見。